今日66大順，我哋道頓堀平頂儀式出發。哇！今日66大順啊！2025年嘅6月6號，我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今日正式平頂。咁啊，有請咧我哋藤田さん、どうぞ。はい、株式会社サンシャインの藤田と申します。皆様こんにちは。道頓堀エリアで、ランドマークサンシャインタワーが本日無事に上棟の日を迎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皆様に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は、私たちにとって非常に大きな挑戦でした。最大の特徴は、最上階に設けた屋内、屋外の、和風露天風呂です。訪れるお客様に大阪らしい特別な体験をしていただける空間を目指しました。もちろん、ここに至るまでは、地盤の補強や構造の調整といった技術的な課題、そして追加の建設コストも発生しました。一部のフロアでは収益性も抑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が、それでも将来の市場を見据え、ここで明確な差別化を図ることが必要だと判明しました。設備やデザインにもとことんこだわり抜き、プロジェクター付きの高級照明、開放感のある共用スペースなど、民泊の価値を最大限に高める工夫を凝らしています。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ソソ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么今天很高兴呢，能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特别是呢，我们这次阳光大厦的所有的业主们，我们道顿堀阳光大厦1期Renma Sunshine Tower呢，今天正式开始平顶了。这就意味着呢，我们的大厦很快就可以入伙了。这是我们大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这一次有一个特别大胆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在 B&B 合法的 B&B 的同时，我们还做了室内室外的和风风吕。
这个呢是非常迎合大家来日本旅游的一个气氛的一个创举。那这个设计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老板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话，我们在建筑方面层次来说，加大了我们整个的地基的一个承重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一些公式方面，价格也会上涨很高。那这一创举呢，使我们公司也损失了几百万港币的一个利润。但是呢，我们不能只看利益来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公司杨光华先生呢，作为我们的集团主席，他需要想象的更多。那在未来的话呢，我们民宿的竞争会非常的激烈，所以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牺牲了一些我们的利益。我们花高价去购入了全新的设备，就是我们的灯和我们的投影设备结合。这一创举的话呢，也可以说是在民宿史上一个新的高峰。而且我们的1楼呢有5家店铺，其中有1家呢是按摩店。然后其中还有1家可以24小时直播的网红直播间，到时候欢迎世界各个地方的网红们来到大阪来进行分享大阪旅游的一些乐趣。当然，我们道顿窟2期天溪阳光大厦的话，现在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提案，那就是每个房间都会有独立的桑拿房间。这次我们的天溪阳光大厦也会正式的向我们推出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直支持我们。那我们加了这么多的创新，使我们的民宿更多的一些竞争力和生命力。希望我们的阳光的业主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旅游的时候心情愉快。我们会更努力的做好我们的专业工作。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好，然后呢就到我们呢用韩语呢的小蓝哥了，미라미さん，嘿。 안녕하십니까. 선샤인의 남근호입니다. 여러분 오늘 바쁘신 와중에 참석해 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저희가 오사카 도톤보리 지역에서 추진해온 랜드마크 선샤인타워가 오늘 무사히 상량식을 맞이게 되었습니다. 이 자리를 빌어 보고드립니다. 이번 우리 프로젝트는 저희에게 매우 큰 도전이었습니다. 오사카 시내에서 민박을 목적으로 한 RC 도 신축 맨션은 프로젝트는 저희에게 매우 큰 도전이었습니다. 최첨단의 시도라고 할 수도 있습니다. 그 중에서도 가장 큰 특징은 최상층에 마련한 실내 야외 일본식 노천탕입니다. 오사카에서 찾은 손님들에게 오사카다운 특별한 체험을 제공하는 공교로 목표를 하고 있습니다. 물론 여기까지 오는 데에 집안 보강이나 구조 조정 등 기술적인 과제를 추가 공사도 비용도 많이 들었습니다. 설비와 디자인도 철저히 신경을 써서 프로젝트 기능이 포장되고 고급 조명, 개방감 있는 공용 공간 등 숙박의 가치를 최대한 끌어올릴 수 있습니다. 앞으로도 저희 관광 숙박 미래를 선도하는 조제로서 품질을 높이며 여러분들에게 더 많은 서비스를 드리겠습니다. 사장님 부탁합니다. 好啦，咁啦，聽完阿小南哥咧咁叻嘅韓語咧，咁其實咧我哋咧中文啊、廣東話啊、日文啊、韓語啊、英文啊呢啲咧都係方便世界各地過嚟旅遊嘅遊客係方便溝通嘅嚇。咁我哋嘅民宿咧係富有一個競爭力同埋生命力。嗱，咁我哋嘅民宿咧，其實咧你見到我哋由呢一個婚紗超跑啦、Supercar Cafe 啦，然之後咧我哋有旅行車 Camping Car 啦，有共享單車啦，有好多嘅 facility， 有好多嘅設備增加落去，有室內同室外嘅風呂。另外每一間天灑陽光大廈裏邊仲有一個原裝嘅桑拿房，同埋咧我哋有好多嘅地鋪係符合到遊客嘅要求。其實呢啲嘅設計，呢啲嘅 design， 我哋希望係將我哋嘅民宿係注入生命力、注入競爭力。我哋呢啲被動收入，我哋呢啲民宿嘅 B&B 咧係好似生金蛋咁樣咧，就每一日咧24小時咧係創造一個被動收入，係俾我哋嘅業主咧係收到租嘅。呢個咧係將佢一個 B&B
變成一個活生生有生命力嘅一個創造財富嘅一個不動產嘅收入咧，對我哋嚟講咧係意義重大嘅。而家嘅2025年嘅大阪嘅世界博覽會，去到2030年嘅大阪賭場咧，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日本嘅旅遊業嘅黃金期。咁啊，呢度會創造到不動產嘅升幅，希望大家嚟日本創造被動收入、海外置業咧，係可以帶俾大家嘅財富同埋開心。而最重要就係你可以賺到 currency 匯價嘅升幅，同埋租金嘅收入，同埋我哋不動產資產嘅升值、資產增值，喺咁多方面嚟講咧，又贏錢，又贏開心，又去到賺旅行，身體都好啲啦，係咪？所以希望咧，我哋透過呢一個嘅行為咧，可以滿足到大家。歡迎馬上訂我哋嘅陽光大廈呢條 link 咧，你就可以即刻咧體驗我哋東京同大阪唔同陽光大廈嘅住宿體驗啦。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睇到咧我哋嘅大阪嘅道頓堀陽光大廈平頂，我哋而家咧就即刻上去個天。而家我哋喺呢個咧道頓堀1期，嗱呢度就係2期啦，天曬呢個位就係2期啦，嗱2期就係呢個位，嗱2期就係呢個位啦，準備拆樓噶啦，我哋2期啊。ないんですよ。了解です。じゃあ好啦，行けるとことりあえず行ける。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坐電梯上去。時間關係咧，我哋瞬間轉移咧，就坐呢部建築嘅電梯咧，就上到頂樓啦。大丈夫です。大丈夫。OK。行けます。 OK。上はちょっとね、完全に分解可能。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 です。OK。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OK。頭気づかない。気づかないよ。はい、大丈夫ですか。どうぞどうぞ。好，我哋上去。嗱，大家咧最真實嘅角度咧，就睇下咧喺日本嘅建築地盤真係好乾淨嘅。我喺香港咧撈咗好多年地盤，即係好少咧，即係嗰啲地下一塵不染嘅，即係你好難想像到點解起緊樓嗰啲樓梯會咁乾淨嘅咧，真係。特別是咧嗱，即係你話呢度拆咗板佢就掃乾淨啦，係嘛？但我嚟過好多次喎，佢係 keep 住咁乾淨，跟住嚟咗呢層咧。頂樓都係有啲樁頂喺度嘅，即係準備就落石屎啦咁嚇，見到釘板紮鐵落石屎，咁都係乾淨嘅喎，即係佢哋咧就即係嗰啲建築物咧，即係都唔會話就即係亂七八糟嘅，即係都井井有條嘅。雖然而家即係你知起樓好撈教噶嘛，係咪？嗰啲鐵通啊、方啊、板啊、嗰啲呢啲咁嘅樁頂啊咁係嘛？但係佢啲即係就算起緊樓都好啦，都相對係即係相對比我哋以前喺香港撈地盤係整理得多嘅。小心啊，池哥！小心啊！這個是不是頂呱呱的？我們上去，池哥你小心喎，因為我哋上去。だからもう完全にもう目隠しをすることには見えます。小心啊，池哥，你側隻手，你唔使喐噶，你嗰度拍我得噶啦。好，俾把尺我。
你唔好落嚟，你唔使喐噶。好，我哋呢度有個斜頂咧，有個招牌喺呢個位嘅。1.6 米。2.5 米。呢度呢個招牌5.6 米乘以5 米，跟住呢個企身咧，呢個企身可以做廣告牌嘅。呢個企身呢個招牌靚啊！呢個企身同嗰個企身，呢個企身，呢個企身係向出嘅，向出咧就望到呢個地標嘅。遲交俾呢個嚟。好，我哋睇下個地標先。呢個位就 BBQ 嚟嘅。它應該那個圍欄有一個口啊。でこっちに風呂やったんで。そうです。間違いない。一緒に風呂僕入ったも一緒に言ってたらそこ上がります。で、その開口は後からつける。そうです。之後才会上越えて。哦。是的，这个是排水口， L になってる然后它的とこまで上が地会上到那个位置。看到。この階って電気ありますか？ここは最上階は水道あっても哇，好靚啊！景時哥，望到道頓堀。呢個天秤冇咗之後咧，係食到嗰條直路應晒嘅，即係你望到道頓堀嗰個蟹道落嗰個牌。OK， 好，可以熄機噶啦。好啦，今日咧就平頂咁啊，但係咧同大家介紹下喺日本咧點樣可以買到一幅土地而興建合法嘅民宿，仲可以加一啲主題嘅概念。嗱，首先咧，我哋呢一度咧有一個咧就可以回到未來呢個好先進嘅軟件啊，就睇到咧佢喺10幾年前咧就係一個建築物啦，跟住佢就拆咗之後咧就起咗呢個咧一個高一個矮嘅鋼筋水泥嘅建築物。咁啊，跟住咧你就輾轉去到咧2019年佢都仲係呢個模樣嘅嚇。咁啊，佢呢個位咧，你就見到佢喺羅臣後邊，咁啊十字大單邊，咁一條直路咧就對住道頓堀個牌，咁個位就好靚嘅。咁咧我咧就因為我係2019年咧18、19年就喺呢條街嗰度蒲噶啦，咁啊見到呢個位咧就知道佢咧後期咧就曾經放賣，跟住又封咗盤喎，咁啊機緣巧合又睇到，咦封完盤之後又賣啊，跟住咧就俾我喺佢開福島核廢水嗰日就買咗，跟住就我買咗之後就即刻就拆樓啦。咁啊拆完樓之後咧，我哋就要一個叫做平整佢嗰個土地啦。咁啊平整完之後咧，我哋要規劃同埋建設啦。咁我要負責去開啲咩職啦咁。咁啊，為咗大家再理解佢嘅位置有幾靚咧，我就坐直升機睇到，其實你見到佢呢度咧，就係正就係對到正個日本橋跑人條運河，咁啊好靚啦嚇。咁喺呢個即係申請建設過程裏邊咧，咁啊嗰塊地咧就會吉一段時間。咁啊，我就攞咗嚟咧，就做一個咧就停車場啦，即係擺咗我哋啲旅行車 camping car 啦。同埋我哋啲公司車多就即係攞嚟
等下車咁啦嚇。咁有啲人咧可能唔係好知道啲位置點靚法咁。咁我而家咧就踩住一架滑板車，嗱就喺呢一個我哋道頓堀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呢一度咧就出發嗱。咁啊嗱呢個就 corner 位啦。咁我哋左邊就係天璽陽光大廈啦，即係道頓堀二期。咁其實咧，我哋呢度一條路咧，即係如果啊，我哋行路咧，就 exactly 喺我哋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步行啊，徒步咧，大概3分鐘至到4分鐘度咧，咁我哋就會到呢一個道頓堀蟹道落呢個牌。咁側跟咧就係全世界嘅旅遊巴都喺度落嘅嗰條運河，即係跑人。咁啊，說時遲那時快啦，咁我哋咧就已經咧就可以咧就進行一個動土儀式。咁啊，當時候咧即係好快嚇，即係講緊係幾個月之前。咁我哋咧就一班嘅業主咧就過嚟參加咧呢個動土儀式。當時候咧，我哋平整咗土地咧就鋪晒紅地氈，咁就用一個簡單而隆重，咁啊有個日本嘅祭司。咁就過嚟咧，就動土儀式，祈求咧就開工順利、平安大吉、準時交樓嘅嚇。咁啊，我諗好多業主都見證晒㗎啦，即係我哋呢一個 moment。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咧，今日咧我哋咧就喺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動土儀式。咁啊，就傳統係 tradition 係日本形式，有個祭司嘅咁。咁咧我哋咧。就今日咧就會有啲嚟自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朋友咧就專登飛過嚟嘅，咁啊好開心，好感謝，萬分感激大家支持。好啦，有一啲鮮為人知嘅情況咧，大家都係唔知道，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咁我哋動土儀式做完之後就即刻開工啦。咁啊開工嘅時候，我哋就要挖地基啦。咁啊當時候咧就發覺咧，就佢以前咧就遺留咗一啲嘅樁柱喺度啊，即係咧嗰個地基咧就要反地腳。咁啊反地腳咧，哇又使好多錢。基本上每一個地盤都有新嘢發生，都學到好多嘢嘅。不如回顧下我哋2個月前咧有個開心睇樓團去片，方便嘅。好啦，而家咧就即刻咧就翻去道頓堀嗰度咧安排咧我哋嘅所有嘅團友咧就係睇現樓啦嚇。咁啊有好多業主就買咗，好熱切期待，我哋就會戴安全帽，好安全咁上去睇現樓。勞斯萊斯睇樓團啊！好啊，大家好啊，今日好陣容強大啊！哇，係幾廿人咧，60-70人睇樓啊！跟住我哋工作人員行，而家我哋咧就打破香港紀錄，就嚟日本睇樓就全部戴頭盔嘅。好，我哋行入嚟啊！係，啊呢度多個仔嘛，係。阿 Stella 行入嚟，係。係，咁啦，こんにちは，係。好，我哋嚟呢度。你入去摸鞋，係啦，行去睇，係摸鞋，行去睇摸鞋，行去睇摸鞋，係5個人睇一間先，行去睇摸鞋，後邊仲有咧，係摸鞋，行入去睇摸鞋。好，第2組，係呢層，係啦，係到第2組5個人一組。好啦，我哋而家嚟到咧，我哋道頓堀陽光大廈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阿 Libby 介紹下我哋破天荒睇現樓喎。冇錯，我哋點樣睇現樓？唔係話莊園嘅現樓喎，係睇緊我哋一路動工一路起緊嘅2樓啦。咁我哋由呢個大廈啦，所有嘅團友啦，都會帶埋個安全啦、合乎法例咧，咁啊走嚟睇我哋動工嘅情況，即係由深入一路點樣起。我哋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係啦，喂，上得嚟㗎啦，係。第2組可以上嚟。第2組上，一路上啊！第2組、第2組、第3組上啊！一路上嚟啊，係。介紹你去介紹啊，咁我。得唔得？嗱，咁我哋揾個單邊位 A 單位嚟嘅。摸鞋，阿司徒扎林上嚟先，司徒扎林上嚟先。等阿司徒先進去。
好，摸鞋就摸喺呢度得噶啦，係啦，嗰個都得嘅係。例子啦，同轉個好，之後咧就去介紹。呢個係我哋 LST 嘅單位好靚。300尺嘅示範單位啊嚇。我哋到時會再度位嘅，啊可能會擺一張床。係啦，咁可能會咁樣啦。到時因為設計師咁嘅，我哋其實會出咗個 design 圖噶啦。咁啊，到時俾你睇翻，好靚嘅 design，會再做啲粉飾嘅。咁呢度就係好啦，第3組。係啦，咁呢度仲得。係4、5、6組上嚟啦，4、5、6組。哇，個星盤好大。咁哇，廁所好咧，哇掂啊！呢個木地板。好啦，摸鞋。係咪啊？摸鞋喺呢度入嚟先係。襯得係咪啊？又係擺個洗衣機。係，唔使慢慢，你唔急嘅，你慢慢睇，我哋有時間嘅，慢慢先。睇下先，係。慢慢除鞋先，係。你哋慢慢睇下 ，Connie 唔使急啊，我哋包場呢度嚇，唔好壓力嘅。啊，因為你哋全部都買，個個都買幾層啊？呢個單位嗰啲人，你哋全部鄰居嚟㗎嚇。好，跟住咧就係呢度拍嗰個單位，你未拍過係嘛？未。好拍啊，係拍。係啦，係摸鞋嘅，要摸鞋嘅，係啊。嗱，睇完呢個就睇隔離嗰個啊嚇。阿 Connie 啊，睇完呢個就睇隔離嗰個，一睇3個，成層睇晒佢。同埋呢個高位係裝洗衣機嘅，你可以旁邊睇，你嗰兩間睇咗未？逐間睇嚟。你睇咗呢間未啊？未睇呢間啦。睇嗰間，你睇呢間睇未啊？未睇？你睇呢間摸鞋喺呢度。面有陽台，咁但係咧你裏面咧咁樣放式廚房啦，咁同埋有埋呢個嘅煮食爐，其實我哋而家住緊嘅 CST 咧。我哋有請咧，我哋嘅大力導演咧就參觀我哋呢個 C 單位先嚇，我哋可以有請我哋大導演啊參觀我哋正在興建示範單位㗎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杜頓崛陽光大廈，即係天璽嘅第一期啊嚇，我哋隔離有個天璽嘅第2期嘅，4、5、6組，跟住第7組上埋嚟。好，我呢個你啊，好嘢。導演喺中間。好。嗱，呢度一定要介紹下先。呢度用高科技，呢度係冇電視嘅。個電視喺邊度？知唔知道？邊度？喺頭殼頂嗰度。有冇見到呢個 projector？佢呢個咧係1燈幾用嘅。佢咧直情由呢度咧就喺度有個張梳化床坐喺度，嘟，嘣一聲 projector 一撳，成個 mon 咧。平時我哋用超薄嗰啲咧，都費事刮背脊啦，係咪先？咁而家直情咧白牆就得噶啦，所以你點解咁多白色嘅咧？方便投射啊！嗱，呢部嘢貴嘢嚟㗎，萬幾人㗎，大佬係啊！喂，高科技好抌本㗎呢度，嗱慳位啊！跟住個廚房喺呢度，梳化喺呢度。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哋呢啲都要deluxe嘅。係。跟住哇，呢間房大啦，哇，呢間房夠大啦，係嘛？喂，而家成20個人喎。係。嗱，呢度有個露台，喂，一望咧嗰度就係蟹度落隻蟹啦。你睇到隻蟹？係啊，嗰邊你睇唔到 corner 位睇到。啊！不過因為佢有啲嗰啲叫做易碎板，但係我哋向前邊 OK 㗎啦。喂，呢個咧冇人咁抌本㗎 ，projector 慳位啊，係啊，有個遙控嘟。我哋啲民宿係非一般出邊嘅。同埋咧，佢係好深色㗎，佢唔係話好淺色㗎，好深色個投射咧。呢個咧係冇電視機位呢度嘅，個電視機位咧係白牆，佢呢度個 projector 咁樣投射過嚟，呢度睇電視啦。因為咧，如果你有個電視刮背脊都唔好啦，刮膊頭係嘛？而家咧佢白牆就得㗎啦。咁啊，跟住行入房啦。喂，呢度300尺，而家成20幾人啊！啊，280，而家20幾人，因為佢有個露台係送嘅。露台送俾你唔計錢嘅。單位啊！同埋呢度你發覺咧，呢度我哋係優化咗有個大少少嘅。俾你煮嘢食嘅櫃啦嚇，跟住咧，你有冇見到呢一個雪櫃啦？係嘛？雪櫃咧就係專係 tailor make 係放我哋民宿，即係少少嘢得啦，住幾日啫嘛。你如果你唔使成座大雪櫃啦，係嘛？咁啊呢度全部嘢都係每一寸都係用到去盡嘅。仲有咁你話，咦？呢度冇窗喎，咪空氣唔流通咯？望下頭殼頂，有個抽氣扇嘅呢度。
先鋒，跟住燒炭都唔死㗎，因為呢度又有個先鋒，係呢度有個先鋒咧，係咁樣呢度透出嚟嘅，所以咧逢親日本樓咧，佢都有先鋒，同埋你記住呢個窿係咩嚟嘅？係逃生。火災、地震，一打開個蓋就有個消防雲梯咁樣，一撳個掣，層層都有啊！你嗱，導演有冇趌下個頭啊？係咪啊？幾多個窿？點解會有個窿嘅咧？就係你可以9秒9就由10樓一聲就落咗嚟。嗱，你唔可以直落喎，佢左右，呢個喺呢邊，呢個喺呢邊，係嘛？係咪好人性化？係啦，佢有個貓梯咁樣爬落嚟嘅，係啦。跟住所有換冷氣，全部熱水爐，唔使搭棚，就喺側跟嘅位。頭先你哋都睇過啦，11樓，佢就所有嘅嘢喺露台。你任何人搭 lift 攞部冷氣過嚟一換，跟住就攞走，係咪唔使搭棚又快啊？所以佢呢度咧係好人性化嘅，好安全嘅。咁啊，如果咧你話咧喺呢度咧，日本啲嘢係好襟嘅，佢個冷氣機可以用10幾20年嘅，好襟嘅啊！但係嗰啲嘢係貴嘅，佢逢親牽涉到手工係貴。譬如你話，喂呢度門壞咗揾人整係貴嘅，啊即係但係咧佢就貴買平用，啊即係好似個書包嘅道理，好貴㗎，幾千蚊一個書包㗎，啊係啦，嗱跟住咧呢度係房嚟嘅，有道門，呢度有先鋒口，咁啊呢度咧就咁樣。嗱，我哋專登係揀咧，又唔同咗啦，係咪啊？有少少沙啦，知唔知點解要用沙？紗窗透光啊，係嘛？如果全部黑掹掹，而家冇開燈噶嘛，未裝噶嘛，啊，因為呢一個咧，好啦，又唔同呢個，好啦，跟住我哋出到嚟咧，入嚟介紹下廁所啦，係。嗱，個廁所一定要介紹咧，頭殼頂嗰個啊，浴室寶啊，有導導演，呢個浴室寶咧，冬天嘅時候咧，個天靈蓋好似有啲如來神掌、啲九陽神功，有啲熱氣射落嚟咁嘅，啊，咁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跟住呢度咧就係洗面盤，洗衣機，好啦，跟住如果你要去洗手間嗱，有阿中山海濱分城發展商而家過嚟考察啦嚇，發展商考察。嗱，跟住過嚟廁所喺呢度啦，啊馬桶，喂，最勁呢盞燈，嗱馬桶有咩好咧？上係一盞燈，馬桶咧有我係 sunshine 嘅主題顏色啊！嗱，要過嚟呢度啦，導演 sunshine 佢就使望嗰個先，有別有洞天啊！唉，呢個係咪好夾啊？呢隻叫做香蜜士，係啦，你一見到呢隻愛馬仕橙就係我哋公司專有嘅廁所。愛馬仕橙係啦，愛馬仕橙，跟住好窩心嘅呢個扶手咧，加咗咧2000幾蚊港紙喺呢個扶手噶，因為佢擺手機嗱，你睇到呢個扶手知道係好嘢噶啦，啊愛馬仕藍。我啊最中意呢啲一體式咁樣，好乾淨。啊，點解我成日話唔得閒咧？而家佢又即刻嗌我選擇困難症啦！佢而家嗌我咁忙嘅時候咧，佢嗌我而家俾埋地板呢隻顏色佢喎，係嘛？咁啊，即係佢而家趁我喺度問我啊，出邊嗰個建築嗰個，而家唔覆佢字，即係邊一單係？我影你我，即係我都要揀㗎嘛？唔係，我揀一隻㗎咋，一隻就成棟。係啦。呢個係洗衣機位喎。因為佢哋每一隻色咧，每一隻配搭我都係我哋自由配，但係我揀晒。廁所就係愛馬仕橙，係好。跟住睇隔離嗰個單位，係隔離嗰個單位。喂，哇！而家要揾翻對鞋先。你哋買哇！呢隻影對鞋都要啊！喂，淨係影鞋都不得了。唉，呢度整緊啲鞋都不得了，啲鞋周圍都係鞋啊。哦。好啦，跟住我哋咧就逐個攤位睇，跟住睇呢個單位啊嚇。叔叔，你看我，我太，我看不了，我要這樣子。啊，呢個好啊，佢唔使隻腳咧，哇屈得。係啊，所以呢，逼住我們推。好啦，嗱呢個咧，我哋咧就做一個咧，愛馬仕啊。我睇咗。嗱，我哋行入嚟啊！嚟，睇到啦，呢個道頓骨啊，睇到啦。係啦，啊，對面就係天璽啦嚇，一陣間就睇到天璽啦嚇。呢一個咧冇同你介紹，
呢個咧冇電視啊嘛，點解會冇電視咧？喺呢度，係啦，佢個 projector 呢部萬幾銀嘅呢部嘢港紙，咁因為你有部嘢，就算超薄都好咧，刮到膊頭都唔好啦，係嘛？佢砰一聲咧，仲有喎，佢咧係可以咧垂直嘅喎，而嗰個畫面咧係冇扭曲嘅喎。佢呢部機最值錢就第一樣超光，招光佢唔係射你哋眼喎。嗱，你如果戴嗰啲所謂咧嗰啲咧，譬如我哋去打機嗰啲咧，嗰啲光係 VR 射落個眼睛入邊噶嘛，唔得㗎嗰啲，好傷視網膜脫落。呢啲咧射落埲牆，你咁樣睇咧係好舒服嘅，同埋佢可以咧好夾咧，佢嘅 angle 咧都可以，佢值錢就在呢度。啊，即係越貴嗰啲咧，佢嘅 angle 可以攞得係，我相信好快有呢條片出咗街之後。呢條片出咗街之後，應該全部都用呢只㗎啦，因為佢係好點擺咧？嗱，佢又係燈，佢又係電視，啊，佢好多 function， 佢又有喇叭喺度嘅喎，係啦，佢有埋喇叭，佢啲聲喺上邊左右嘅，你有冇見到啲喇叭喺度？你有冇見到？你睇佢幾多個喇叭？佢4隻喇叭㗎，即係佢有4隻喇叭咧，左右同埋後嘅，所以佢有視覺效果嘅感覺。係啦，好啦。咁啊，隔離個單位咧，你可以行嗰邊嘅喎，你唔使摸鞋喎。係啦，我哋喺嗰邊行過嚟嘅，你哋喺行嗰邊行過去。嗱，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唔好棘親嗰個嘢。呢啲係咩嚟嘅咧，陳總？擔高頭。呢啲係咪就係香港嗰啲米單位？火災，你嗰啲細大火嚟啦！細啊！一打開個蓋，撳個掣就落去。所有嘅熱水爐同埋冷氣機喺晒露台，換咧係唔會搭棚嘅，佢就黐住個牆嘅啫。所以佢喺日本係好人性化。呢度中間有啲叫做易碎板，一火燭嘅時候一錘打落個易碎板就碎晒，你就可以咧，度都係逃生用嘅，係啦。呢個大建築商個老總嚟嘅，即係佢中國冇呢啲嘢噶嘛。同埋我哋換冷氣好麻煩嘅，大佬。呢度係人性化啲嘅。天璽咧就仲靚啲，天璽每一個單位裏邊有一個桑拿房嘅，係啦。好啦，我哋慢慢落去。喂，而家停咗，要行去天璽啦，頭盔都唔使剝，行去天璽。係。咦，我對鞋喺嗰邊喎，對唔住啊，我去翻嗰邊揾翻對鞋先。好啦，睇完之後我哋行去以前嘅地方度喎。我哋而家行去以前呢個地方，頭盔唔需要剝，係啦。我哋睇完室內嘅設計之後，我哋而家睇我哋最新嘅項目嘅地圖。你先下去，你帶路車帶他們去天喜，過馬路小心。睇住，係啦，阿水29，A 係最好嘅，中間就 B、C 嚟嘅，係啦。唔該，慢慢。得。好，落去。好，你而家幫我量咗個邊單位先。用手機量我就話冇尺啊。量先。好。不用，係。好，我哋有請阿陳總。咁啊，今日咧就勞斯萊斯咧就大阪天璽陽光大廈睇樓團。咁啊，陳總咧就係中山海亞繽紛城一個好大好勁嘅發展商嚟嘅。今日專登咧嚟俾啲意見細佬。咁因為佢8000幾伙，我呢度2座夾埋都唔夠100伙，等你理零頭啫喎，陳總。冇，呢個咧就係坐喺度，我哋好休閒嘅。精品嘢啊，唔同嘅。第一個咧就係位置啦，係嘛？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咁我哋咧就本身內地發展商咧不嬲就起慣啲大嘢噶啦，一嘢出嚟1萬幾千個嘅。牙籤仔，咁你呢啲咧牙籤仔，喂，咁我都學習嘅，唔係話呢個過嚟指導啊，交流學習下。咁我睇咗之後咧，覺得非常之正。哇！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哇！你取呢個朝向取得好喎。係呢度就係地標啦。大廈唔係啊，陽光大廈，梗係天氣好好啦。我喺上面我打開呢個指南針睇嘅，咁原來呢個都係南啦、東啦，個陽光其實照入嚟咧，其實都係同你個名好契合到。係因為我哋香港人中意啊嘛。冇錯啊，同埋咧佢係細細地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啊，有
陽台啦、客房啦、廳啦、廚房啦，有埋呢個洗手間。洗手間係做到乾濕分離。係啦，即係3點式嘅係啦。我哋係叫廁所位同埋我哋嘅嗰個洗浴位係分開嘅。呢一點係做得非常唔錯。譬如話早上有人起床，我要廁所咁，同埋我洗索咧，其實係可以3個人分開都得。係啦，另外咧就喺嗰個裝修上咧，我睇到係落好多功夫。係咁用翻好多日本我哋係咪傳統嘅木地板？係冇錯。咁包括啲牆面啊，再有咧就係嗰個頭先嗰個燈啊，係啦，同埋個投影投射燈係啦，燈簾投射電視。因為本身呢啲房咧佢唔大，咁你再加好多家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就會會唔會話擠迫啲？咁加咗呢個收納式嘅，同埋咧呢個多功能性嘅呢個投影啦，同埋燈之後咧，亦都係令成個房係寬敞好多嘅。我睇咗大家好多團友睇完之後咧，其實都好新喐，我自己好新喐嘅。佢80%買咗㗎啦。係啊，佢唔係買一間喎。佢呢度買完又買呢度啊，因為佢啲全部都係世界各地都有房產㗎，即係佢哋買嚟開心，同埋佢有一個租客，我哋係民宿日租嘅，唔係月租，日日都海鮮價嘅，係啊，所以咧多謝阿陳總大駕光臨指導我哋嚇，因為我哋咧咁多棟，即係我哋有大概十零棟啦，我哋加埋都係300伙啦，300零伙，你都8000唔知300幾伙，我等於佢零頭嘅啫啊！多謝阿陳總，好。多謝晒啊！多謝指導。時間啊，真係過得好快。今日就平頂66大順啦。咁啊，我哋呢度咧頂層就係多功能天台啦 ，BBQ 又得啦。呢度就係個露天風呂啦。咁啊，側跟嗰度有條外梯上嚟啦。咁啊，入邊咧下一層就係室內嘅男女嘅室內風呂啦。咁啊，呢度就係戶外啦。好啦，嚟到我哋道頓堀陽光大廈，哇，靚人靚景，有得搭下傘先同大家。Excuse me, can you say hi? Very nice, thank you. 係咪跟翻頭先嗰個？係啊。Thank you, thank you. 嗱，一陣間咁樣，我哋講完嘢之後，你就咁樣跟住我鏡頭。咩？小蘭哥，這裡就是我們的地標啦，這就是道頓堀的看板啦。我哋今日道頓堀陽光大廈就入伙啦，我哋睇下上邊，哇！好，慢慢嘅鏡頭，慢慢跟住我哋轉，慢慢跟住我哋轉，好，慢慢跟住我哋轉，好，跟住我哋埋位坐啊！僕5時で、はい、終わっちゃうんで。係，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叔叔坐這邊。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坐這邊。好啦，今日2025年6月6號咧，為咗唔好阻人哋太耐時間咧，我哋就等佢食飯呢個時間咧，12點至1點咧，我哋要拍攝嘅嘢咧就盡快拍攝晒啦，去片。66大順，我哋道頓堀平頂儀式出發。今日66大順，道頓堀陽光大廈平頂儀式，我哋而家上去。好，小蘭哥，我們拿些寶康力給他們喝啊！好，跟住嚟，都走，都走，都走。準備。小蘭哥，這裡就是我們的地標啦，這就是道頓堀的看板啦。
我哋今日道頓堀陽光大廈就入伙啦，我哋睇下上邊，哇！好，跟住我哋埋位坐啊僕5時で終わっちゃうんで。はい、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啊！哇，今日66大順啊！2025年嘅6月6號，我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今日正式平頂。大家好啊！今日咧就好開心話俾大家聽咧，特別係陽光大廈嘅業主咧，哇！我哋道頓堀一期嘅陽光大廈咧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咧，今日終於平頂啦！咁咧呢個咧就意味著咧，我哋嘅大廈咧就好快咧咁樣就會正式入伙啦。咁呢個大廈咧係我哋新嘅里程碑嚟嘅，因為咧喺大阪咧係首個咧係我用一個好大膽嘅方法、創新嘅方法嚟興建 B&B 民宿呢個公寓，同時咧頂層咧亦都有個室內同埋室外嘅和式嘅風呂浴。哇！呢個咧就非常迎合咧大家嚟到日本旅遊嘅時候咧，就增加氣氛同埋樂趣。咁興建呢個頂層嘅風呂設計咧，係我一個幾任性同浪費金錢嘅行為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喺建築嘅技術上係承重問題。咁地基咧就要打深好多啦。同埋咧，我哋嘅工程費咧又會增加好多啦。另外咧，我哋將成個頂樓連埋呢一個天台咧，就變成一個公共嘅空間。咁等於咧將成層樓嘅樓價咧都已經冇咗啦。呢個係一個巨大嘅損失，係以數百萬港幣去計算嘅。我哋嘅團隊咧就喺考慮利益嘅角度嘅時候咧，就喺度問我：喂，係咪真係要咁樣做啊？咁但係我身為集團嘅主席咧，係必須要具備有前瞻性嘅考慮。喺未來嘅民宿嘅競爭係會好激烈嘅，我哋需要向團隊説明，我哋必須要犧牲一啲嘅利益，我哋要花更多嘅錢去將我哋嘅民宿就增值。特別是咧，我哋最新呢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我哋咧就喺天花嘅燈嗰度咧，就加埋咗呢個 projector 投射，咁可以慳翻好多位啦嚇。咁加上各項嘅增值 upgrade 嘅服務咧，其實我哋嘅道頓堀陽光大廈咧係增值咗一個非常強勁有競爭力嘅民宿嚟嘅。相信呢個項目咧，暫時喺大阪咧以鋼筋水泥興建全新嘅 B&B 民宿嘅公寓，頂層咧係配有呢個室內同埋室外嘅和式嘅露天風呂浴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幾創新、係幾劃時代嘅一個民宿嚟嘅。咁我哋咧呢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就地下仲有5個地鋪，咁其中一個鋪咧就係攞嚟做按摩店，同埋有一個鋪咧係24小時我哋網紅直播室 KOL， 因為呢個迎合咧世界各地嘅自媒體文化咧。各位 KOL 嚟到我哋日本旅行，嚟到大阪旅遊咧，可以喺直播室嗰度咧就分享旅遊嘅樂趣，甚至乎咧我哋咧有一啲咧日式嘅藥妝店咧，可以提升咧一個服務啦，係俾大家帶貨去全世界嘅。好啦，咁講完我哋道頓堀一期咧，咁喺呢度正式宣佈咧，我哋道頓堀2期嘅天灑陽光大廈咧，而家咧就正式開賣啦。我哋呢個道頓堀天灑陽光大廈咧，仲 upgrade 咗一個咧喺單位入邊原裝 built in 一個桑拿房，哇！呢個可以話喺 B&B 民宿嚟講咧係即刻升值啊！咁嚟到日本旅遊嘅客人咧可以增加樂趣。咁我哋咧就嚟緊咧，明年咧仲有幾個項目咧陸續咧就會落成噶啦。咁希望陽光大廈嘅業主同埋陽光大廈嘅旅客咧就開心愉快。我哋咧就會持續努力做好我哋嘅專業工作。咁希望大家咧嚟日本咧投資得嚟又開心，玩得嚟又稱心滿意。咁再次咧就多謝咧就大家嘅支持。我哋嘅大阪嘅道頓堀陽光大廈平頂，我哋而家咧就即刻上去個天台嗰度同大家睇下啦。
去片。哇，好開心啊！今日66大順，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呢個大阪道頓堀陽光大廈。咁啊，大家見到啦，啱啱咧呢一個咧，我哋就用呢一個石屎泵啊，嘣嘣嘣嘣嘣嘣，跟住就而家就做咗個平頂儀式啦。哇！我哋身後邊咧就係道頓堀蟹道樂嘅地標啦。叔叔，今天呢，我們這個66大順啊，道頓堀這個大廈終於平頂了哦，你感覺怎麼樣啊？這裡的風景？哇，這裡的風景是非常好，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塊看到道頓窟的那個黃色的摩天輪哇，就很近哇。哇，是的，小蘭哥，你現在想到來我們這裡平頂了，你感覺怎麼樣？感覺太替我們的業主們高興了，因為這邊的風景實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們的露天風呂呢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好。一定要讓業主們第一個來體驗一下。我們這個是什麼地方啊？這個什麼是地方啊？我們這個區域呢，天台來做 barbecue 的會場。哇，這裡呢就是我們開 party 啊。對，下邊泡完澡。係啦，哇！你諗下咧，你住喺呢個道頓堀陽光大廈咧，樓下就有得浸呢一個風呂浴，上到嚟咧就 BBQ。我哋仲有一個好消息啊！我哋對面咧有一個道頓堀二期喎。跟我們介紹一下叔叔。哇，我們道頓窟2期天熙陽光大廈的話，是預計2027年就能完工了。然後我們特別的一點呢，就是我們每個房間裡頭都有一個獨立的桑拿房間，而且我們這一次呢是跟日本最大的一個建築公司深和不動產公司共同開發的，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創舉了。好，小蘭哥，我們下邊還有一個地面店哦。對啊，我們5個地面店，有按摩店，有美甲店，有網紅直播店，還有手辦店。對，所以呢，我哋同大家分享下呢，我哋今日呢啲業主呢就要報告俾啲業主聽呢，我哋呢度終於平頂啦。平頂呢，即係意味着呢，好快就入伙噶咯。我哋樓下嗰啲單位呢，地板啊、天花啊、牆身啊、冷氣啊、浴室啊，各方面都已經做好咗噶啦嚇。你見到2、3樓，咁而家我哋呢一度呢，天台呢已經平咗頂，意味着呢，我哋大概3個月後呢就可以正式收樓噶啦嚇。咁我哋呢就再次呢就恭喜我哋呢個道頓堀嘅業主啊，因為你買到靚嘢，哇！呢度啊景觀好漂亮啊！哇，好啦，我哋今日呢道頓堀嘅平頂儀式呢就拍住咁多俾大家先。咁啊，我哋等到我哋嘅風呂浴呢全層裝修好晒和式嘅日本風呂浴嘅時候呢，我哋再拍條片。咁我喺呢度有個寄望嘅，咁啊嚟緊入伙嘅時候呢，我希望呢喺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頭呢，喺大阪落一場大雪，跟住我就浸喺嗰個風呂浴嗰度呢，就拍一條片，就冰火兩重天，上邊就係落緊雪，下邊我就泡緊風呂浴，跟住我就再直播，哇！咁啊開心嚇，咁啊希望大家嚟體驗一下啦。如果你話得急不及待嘅，你睇6月底啊，6月26號到6月30號呢，我哋有一個大阪世界博覽會米芝蓮美食之旅嘅。咁啊，到時呢，大家呢可以嚟呢，又玩又食，同埋呢睇埋我哋呢陽光大廈呢有咁多配套嘅嚇。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啊，我哋呢就馬上呢可以即刻體驗下我哋嘅陽光大廈嘅民宿。呢條 link 呢，你就可以即刻呢就入住我哋嘅陽光大廈噶啦。如果大家而家可以即刻訂房噶啦嚇，咁我哋一齊喺大阪見啦，多謝晒，拜拜。日本發展商連續16年銷售 No.1 生和地產破天荒同 Sunshine 株式會社攜手合作，打造道頓堀2期 Osaka Korean Sunshine Tower。地理位置優越，鄰近道頓堀運河，近地標跑跑人蟹道樂，強聯手，一齊合作興建道頓堀天璽陽光大廈，萬眾矚目，熱切期待，即將隆重登場，多謝大家支持啊！大家好啊，好消息啊！我哋睇好呢2025年嘅萬博同埋2030年嘅大阪賭場。我哋呢身處呢個地方呢，就係世紀陽光大廈。咁呢度呢，我哋有3個項目啦。呢條街呢，附近我哋有8個項目嘅。
咁我哋咧為咗提升我哋服務嘅質素咧，我哋會新增一個咧直升機睇樓團嘅。咁我哋就會由呢個大阪賭場隔離嘅母洲咧，就會坐直升機咧，就會經過 UFJ 咧2分鐘左右咧，就會去到呢個道頓堀地標嘅上空嗰度盤旋咧，我哋就會有一個道頓堀天曬陽光大廈 Osaka Korean Sunshine Tower。咁我哋咧從而咧就喺直升機嗰度咧就了解到咧成個大阪嘅地形啦。好啦，除咗直升機睇樓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咧至尊帝王級嘅接送服務咯。我哋新引進咗一部咧勞斯萊斯庫里南 Rolls-Royce Cullinan 嘅頂級4座位嘅豪華房車。咁除咗呢個勞斯萊斯之外咧，我哋仲有一部咧豐田嘅 Mila 氫能電池車。我哋仲有咧4部咧就豐田最新款嘅7人車。咁因為咧嚟得日本旅遊嘅朋友咧，都係需要一個高品質嘅享受嘅。咁我哋為咗我哋可以提升一個高品質嘅服務咧，咁我哋嘅業主咧都係有要求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享有呢一個咧勞斯萊斯頂級嘅接送服務啦。咁大家嚟旅遊都係要高品質享受噶啦。特別是咧係我哋嘅買家，佢哋咧都係有要求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提升咧我哋嘅服務咧，有一個至尊帝王嘅機場接送服務咧，就專係為我哋天曬陽光大廈嘅準買家咧而俾佢哋嘅。咁所以咧，有興趣嘅朋友咧，把握咧大阪賭場同埋咧日元匯價創35年新低，加上我哋咧有 guarantee 嘅 return 啊，咁我哋咧就會把握到呢個租金收入，仲有匯價。仲有我哋資產就會增值嘅，5年後咧大阪賭場落成咧，相信咧大家咧都可以咧財色兼收啦。有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咧 WhatsApp 報名參觀我哋嘅睇樓團，或者直接嚟我哋呢度現場，我哋日日都喺度開門做生意嘅，直接嚟揾我哋就直接咧喺現場嗰度咧就俾你睇我哋嘅 location 有幾靚。好啦，有興趣嘅朋友咧就歡迎揾我哋啦，多謝晒。